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申命记第5章22节到33节，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为着义受苦。为着义受逼迫，还是讲受苦，有无共款角度的了解。一般咱拢认定是讲，真侪基督徒因为信仰来受到压迫，就好那亲像保罗，伊为着要见证国外的基督，就受掠，就被解送去到罗马。然后却因为安尼来死伫罗马，也亲像初代教会的司提反，伊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受了人来诬告陷害，并且伫众人面头前，互石头钉死来殉道。因一亲像耶稣基督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就受人钉伫十字架来受到压迫。但是咱嘛会当对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，就是好那亲像伫彼得因兄弟甲朋友4个人受呼召共款，为着要领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，来弃杀因所拥有的一切，来跟对耶稣，也好那亲像迄个扣税的腓力共款，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，然后就弃杀一切来跟对。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，圣经安尼讲彼得的话。拢总安尼来讲，恁着爱同心，互相来同情。那亲像迄个手足兄弟，用仁慈谦卑来相款待，毋通用歹来报歹，毋通用劣骂来行劣骂，相反着爱用祝福来回报。因为上帝呼召恁的目的是要赐福互恁，也亲像圣经所讲的，什么人要享受人生的趣味，望会通过好日子，就爱禁止你的嘴讲歹话，爱禁止嘴唇讲白贼。伊应该爱撇恶来行好，一心来追求和平，因为主看顾义人，听因的祈祷。若是伊要做歹的人来变面，更较清楚来讲，就是既然真做一个领受上帝救恩的，就必须爱有生命的改变。就爱将过去生命的品质必须爱来受改变。彼得讲，应该就爱撇开这歹所行，并且爱追求好所行，也就爱禁止你的嘴来讲歹话，禁止讲白贼。为什么就爱安尼做？因为圣经甲咱讲，因为上帝是看顾义人，听义人的祈祷。基督徒是因为相信来被上帝称作义的人，也因为安尼，咱咧讲为着义受困迫，是要为着互人的生命品质得到改变。上至少就是讲爱受改变啦。彼得所讲的话是对诗篇34篇的经文所来的。
34篇15节到16节的经文安尼讲，上主看顾义人，听因的祈祷，但是伊对着做歹的人，因死就受人来灭吉责。义人呼叫上帝，上帝就来听，伊救因脱离一切的患难。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，伊拯救心灵受压碎的人。诚做义人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，是基督信仰内底非常重要的基础。基本上，犹太教、耶稣的门徒，因的看法好若亲像无啥共款。就是讲，这一部分的人呢，因比较较强调行为。更较正确来讲，就是讲，基督徒生命的改变，必须爱有好的行为的见证。保罗的主张好若亲像强调因信称义，毋是因行为来称义。但是，如果咱认为保罗无重视基督徒的行为改变，那安尼就是大大的毋对啊！因为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蒙恩得救以后非常重要的见证。保罗伫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到14节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我爱恁知影。我会做有啦反倒当帮咱福音的进展，结果王宫警卫队的全体，甲这所有其他的人，拢知我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受掠受关。我坐家却互这的信徒对主更较有信心。更较勇敢，无惊吓来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保罗搁伫腓立比书第2章14节到18节安尼讲：恁无论做什么代志，拢毋通埋怨，还是争论，通好互恁伫这个腐败顽强的世代会通纯洁无瑕，做上帝无有欠点的儿女。恁着爱伫世间人的中间来发光，亲像迄个星照伫天顶，来守生命的道。恁若安尼做的时阵，伫基督过来的日，着要爱有通好看口啊！因为这会通证明我一切的辛苦，毋是无有功效的。就算是我必须爱用家己的血来做献祭，压伫恁用信心献予上帝的祭品的顶悬，我也要喜乐，因为要爱甲恁大家分享我的喜乐。相款，恁也着爱喜乐，通互我来分享恁的喜乐。这是咱咧讲为着义受困迫的真正意义。强调基督徒得救恩了后，生命必须爱被改变，见证家己是属于基督的，甚至愿意学习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所写，用基督的心做心，愿意谦卑顺服。甚至为着主来受困迫。摩西伫申命记第5章第28节到33节的经文嘛安尼讲：上主听见这个话，就对我讲：我已经听见这个人所讲的话，因讲了真对。我偌年忙因常常存这个心来敬畏我，遵行我的律法，通好互我甲因的子孙事事来顺利。
你着爱甲因讲，叫因转去到家己的长边去。但是你爱留伫我这个所在，我将一切的律法诫命拢交代互你。你着爱教示因，互因通好伫我要赏赐互你的土地顶悬，确实来遵行。以色列人啊，恁必须爱遵行上主恁上帝一切的命令，毋通忽略任何一条，着爱全部遵行。那安尼，恁着会顺活，事事来顺利，并且久长踮伫恁所占领的土地顶悬。所以真清楚，就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咱咧讲的就是顺服，就是爱决志，为着上帝的义来受着困迫，愿意降服伫上帝的诫命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伊用威严做衫穿。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侠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动摇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在夜涌，大水夜涌出大声，大水夜涌哗哗吼。上主对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涌，压过大水哗哗吼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成做一位信心坚定的基督徒，互阮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做咱的义，忍受一切的困迫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